午間新聞以及今日財經即將播映。百奇朱古力，搞搞凍飲，凍啲食，滋味得嚟有特色。固力果百奇朱古力，半凍飲更有新鮮感。你嚟到咪知啦。嚇？係咁心急？嚟啦，知你都知道㗎啦。好嘢，中意咪？拿換餅卡一張，享受各精品曲奇。永安泰國漫寫真，都可以有二人世界嘅。仲有呢個假期。哎呀，喉嚨越嚟越痛啦，我頂唔順啦！喂，你唔好再搞我咯喎！佢又搞乜鬼？紫納燒？佢含有唔止一種，而係2種嘅消炎成分。啊，而家就舒服晒啦，早啲食就唔使咁辛苦啦。掂晒。紫納燒，喉痛立即消。我哋做演員除咗要有周身刀，仲要有個神仙肚。學我隨身帶定樽喇叭牌正露丸就冇有怕啦。但凡肚痛、消化不良、飲醉食滯，吔幾粒就舒服晒。所以無論居家旅行，我幾時都有樽喇叭牌正露丸照住啦。唔係我邊有咁生猛啊？永恆不變 Adidas Equipment 運動系列，嘉頓薄餅香葱廣東海南豐盛，4種口味任你橫食掂食點食都成金。唔單止盒盒都送歡樂天地金幣，揾到拼圖仲有機會贏好多足金薄餅。嘉頓薄餅4款好味道，點食也成金。港督喺新加坡講到本港未來嘅地位，西哈魯克話要建立一個新嘅柬埔寨。中國喺世界盃2-2逼和丹麥。新聞嘅詳細內容，香港意外保險公會宣布，出年嘅私家車保費平均加10%。另外，由於汽車盜竊嘅數字冇減少到，汽車失竊附加費仍然要維持。陳卓希報導。